基督嘅宣講，冇睇過佢嘅治病嘅奇蹟、驅魔嘅奇蹟。所以好容易引起別人嘅質疑：你憑乜嘢去宣講耶穌嘅福音？你冇聽過耶穌基督嘅福音？你講啲乜嘢？好有趣嘅就係，如果你懂或者話多注意保羅嘅書信，佢裏邊的確冇講耶穌基督嘅講道嘅內容嘅，同福音唔一樣。佢從來都冇提耶穌基督講嗰啲乜嘢大道、山中聖訓，佢提都冇提，真福八道冇，好靚嘅比喻冇，天國嘅比喻冇，乜都冇。所以人就會質疑：你講啲乜嘢嘢咧？你所宣講嘅，保羅呢個人能夠宣講咧，就係憑佢對基督嘅經驗，佢的確接觸咗復活嘅基督，呢個佢覺得自己有資格做中嘅地方。佢每篇書信，重要嘅書信一開始就會話基督嘅宗徒。我係保羅，係基督嘅宗徒，係耶穌基督選我嘅，呢個係佢好清晰嘅一個訊息，話到俾人聽。宗徒嘅意思係被派遣嘅意思，而保羅好清楚自己係被耶穌基督派遣去傳福音，佢肯定自己有呢個資格。你翻去睇重要嘅書信一開始，就係耶穌基督蒙召作宗徒，然後講出佢嘅書信裏面嘅內容。佢最重要嘅經驗就係大馬士革路上嘅經驗。好有趣嘅，你睇《宗徒大事錄》，《宗徒大事錄》呢部書裏邊竟然有3次講保羅大馬士革路上皈依嗰種經驗。一部書裏邊同一個事件講3次，點解咁強調？因為正係呢一份接觸復活基督嘅經驗，有我哋呢個保羅宗徒呢個人嘅出現，即係話大馬士革路上呢份經驗太重要。所以《宗徒大事錄》嘅作者念念不忘，要將保羅呢份經驗一次又一次講咗出嚟。呢份本來係一個迫害基督徒嘅人，因為接觸到耶穌基督，整個人改變。所以首先我哋要明白既然佢整個宣講建築喺對耶穌基督復活基督嘅經驗裏邊，佢好重視基督嘅死亡復活，係佢嘅書信裏邊唔少得嘅嘢。一定耶穌基督嘅死亡復活同我有關係。保羅先講自己嘅經驗，然後向大家介紹，不妨反省一下耶穌基督嘅死亡同你有啲乜嘢嘅關係？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信息要帶出嚟手頭上我俾啲 notes 你，嗰啲 notes 全部係抽出保羅書信裏面精彩嘅部分，你可以揸住佢慢慢翻去自己反省我會順序咁解釋一下每一段呢啲片段，佢書信嘅片段裏面啲精彩嘅地方，讓你感受一下保羅嘅經驗同你係有關係嘅。保羅所得到嘅經驗，你都可以得到嘅，因為佢同我哋一樣，冇親自聽見耶穌基督嘅教導，冇睇過耶穌基督嘅奇蹟，佢真光明白接觸到復活嘅基督呢份經驗，講出佢嘅信仰經驗。
好，我第一段就講保祿宣講嘅中心，佢就話：我當日把我所領受而又傳授給你們的，我領受即係話呢個唔係保祿自己作出嚟嘅，佢只不過係領受，然後再傳出去俾人，就係呢份信息。其中首要嘅乜嘢係最重要？係基督照經上所記載的，為我哋嘅罪死咗、埋葬咗，並且按照經上所記載，第三日復活咗。所以基督嘅死亡、復活，根據聖經嘅記載死亡復活係好重要。為保祿佢睇成係重要，為你哋都係好重要。基督嘅死亡復活，不妨慢慢反省一下，基督嘅死亡復活同佢有啲乜嘢關係啊？好，佢哋跟住講啦，顯然比刻法，刻法就係伯多祿，伯多祿幾時都有個優先嘅地位。雖然福音記載同呢個次序唔同啊，保祿嘅次序咧係冇提女人嘅，因為當時個文化以男性嚟做中心，作證嘅人係以男性為主，所以佢就冇提瑪利亞、瑪達肋納啊，又見到耶穌基督嘅冇講。福音嘅保祿書信冇講，話首先俾刻法，然後俾12位宗徒，所以12個宗徒有特殊嘅地位，然後有一同顯然俾500個兄弟。呢500個兄弟喺保祿寫書信嘅時候，有啲還未死嘅。最後顯然俾我這個像流產兒的人，所以保祿將自己睇成係最後一個能夠接觸復活嘅基督，所以呢份復活基督嘅經驗就係保祿佢信仰經驗嘅基礎。所以基督嘅死亡復活應該係我哋都係同樣重要。睇下保祿點解咁重視基督嘅死亡同復活。好，基督嘅死亡復活同保祿嘅關係。第二段啊，今後為那些在基督耶穌內的人已經無罪了，因為在基督耶穌內賜予生命之神嘅法律，已使我獲得自由，脫離罪惡與死亡嘅法律。羅馬書係保祿嘅最重要嘅書信。羅馬書同其他嘅書信有好明顯唔同嘅地方，就係羅馬嘅教會唔係保祿建立嘅。保祿只不過係寫咗羅馬書俾羅馬嘅教友，讓佢哋知道作為一個基督徒信仰最重要嘅係點嘅。因為呢個教會唔係佢建立，佢唔知道嗰個嘅教友所信嘅係唔係好正確啊，所以佢講出佢自己嘅經驗啊。最重要嘅就係要掌握住耶穌基督嘅死亡同復活同我有啲咩關係。保祿先講自己嘅經驗，基督嘅死亡同復活釋放咗佢，使佢得到自由。乜嘢自由啊？起碼3樣嘢，羅馬書好中意講，從舊約嘅法律，從罪惡，從死亡釋放出嚟。呢個係保祿好深嘅一種信仰經驗，因為我信仰耶穌基督，我唔再咁緊張舊約嘅法律。作為一個法利賽人，佢以前係緊守住法律，以為守法先至係最重要。而家佢知道守法律唔係最重要，無論點佢都守唔晒。作為一個
虔誠嘅法利塞人，保羅都覺得自己好多嘢都做唔到，唔應該做嘅做咗佢都有呢啲咁樣嘅經驗，自己唔係十全十美，但係佢唔害怕。即使我唔係完美嘅人，因為耶穌基督死亡嘅功勞，十字架上嘅功勞，使到我嘅罪債消除咗。呢個係一個好靚嘅經驗啊！有時我哋都會害怕自己好多嘢都做唔到做唔晒。對於一啲罪惡做咗，令到你好不安。保羅都有呢啲經驗，但係佢而家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佢唔再為呢啲嘢令到自己咁不安。佢有一份內心嘅自由，因為耶穌基督嘅死亡釋放咗佢。人每一個人嘅罪債已經俾耶穌基督嘅十字架上嘅功勞消除咗，下低會講啊，將佢釘喺十字架上。我哋嘅罪債已經釘咗喺十字架上，我哋已經無罪可定。好靚嘅一個信息，呢個係保羅認為基督嘅死亡同佢嘅關係好重要㗎。所以有時我哋要問，我哋成日都講基督死亡，我哋咁重視。Holy Week Passion， 基督嘅 Passion 點解咁重視啫？基督嘅苦難同我有啲咩關係啊？起碼係保羅嚟講，佢嘅死亡消除晒我哋所有人嘅罪惡，將佢抹咗。天父唔再計較我哋嘅罪惡，因為基督唔係我哋做得好，唔係我哋樣樣都做得完美，而係耶穌十字架上嘅功勞，有咁大嘅力量抹除我哋嘅罪惡。如果你真係了解、懂得同埋依賴住呢一點咧，你會有一種被釋放嘅感覺，一種內心嘅自由。嘗試有保羅呢種經驗。如果你好好掌握住呢份嘅恩賜，你會好開心。你唔會再咁多恐懼，好似天主會計較我哋每一個罪惡。啲係從前嘅某一種嘅靈修，講天主咧就好公義嘅，你所有嘅罪惡都唔走得甩嘅嚇，你大少少嘅罪惡佢都會追究。如果係咁咧，你就會好不安。哇！一生犯咗幾多罪？如果天主個個罪都計較，真係唔得掂。但如果你懂得保羅嘅經驗，相信呢個係天主嘅説話，天主嘅意思，藉住保羅話俾我哋聽咧，係一種好得嘅釋放，就係我哋無罪可定。呢個係福音。記住，呢啲先至係福音。福音唔係天主有罪，有善必想，有惡必罰。呢啲有咩係福音啫？呢啲係公義嘅原則啫嘛。你問一啲讀多嘅人，你會知道啦。好嘅獎賞，唔好嘅要處罰，使到你唔好再做呢啲公義㗎。但係天主藉住耶穌基督嘅苦難同復活，唔計較呢啲。呢個係天主嘅慈悲，慈悲大過公義。記住我呢個先係天主嘅慈悲先係福音，公義唔係福音嚟㗎。今日好好掌握，好好俾到我哋咁靚嘅經驗嚇。好，我哋繼續落去，希望你能夠離開嗰陣好開心離開。我哋無罪可定，唔係因為你做得好啊，係因為你信咗耶穌基督，係佢嘅功勞使到你無罪可定，得嘛？唔係神父講嘅，好好講㗎。好，第三段，這一切都是出於天主。佢曾藉基督使我哋與他自己和好，並將這和好嘅職務賜俾我哋。保羅覺得自己有個 mission，有個使命，就係
話俾人哋聽，同天主修和。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做咗最基本嘅嘢，但係天主嘅恩賜係需要我哋同佢合作嘅。我時都會複讀呢句話。天主創造我哋，冇問我哋，呢個你都未存在。但係天主救贖你嘅係要你合作，同佢嘅恩寵合作。所以你要去到佢面前睇下，耶穌基督為你承受咗呢個罪過，你要去領受呢份恩賜。如果你連去都唔願意去，即係謙虛地接受天主嘅恩賜，呢個係我哋基督徒應該要做到嘅。保羅嘅使命就話俾人哋聽，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呢個係福音。天主唔再追究你哋嘅過犯，主要因為係耶穌基督十字架上嘅功勞，唔係你，係十字架上嘅功勞。呢個係保羅書信裏邊精彩嘅地方。所以好好掌握住保羅俾到我哋嘅啟示啊！咁靚嘅經驗，我哋應該要話俾人哋聽。點解我哋要向人哋傳福音啊？話俾人哋聽，我哋無罪可定，翻去接受天主嘅恩賜啊！呢個係我哋每個基督徒有責任話俾人哋聽，呢個係喜訊，得嘛？好，嗱，呢度就係講啦，天主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且將和好的話放在我們的口中，嚟誇示呢啲説話，和好嘅説話，話俾人哋聽。天主唔計較我哋嘅罪，翻去天主嗰度啊，接受天主嘅恩賜，同天主生活。好，呢個第三點啊。好，因為呢個緣故，一切都係來自基督嘅救贖。點解我哋咁重視耶穌基督？因為救贖係嚟自耶穌基督，係耶穌基督為我哋寫喺十字架上。我哋好似猶太人，好似異教徒一樣，都信天主係唯一嘅，但係我哋嘅信仰同異教徒同猶太教徒唔一樣，因為我哋信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救主，佢哋唔信，係我哋基督徒至信。耶穌基督係我嘅救主，係我哋基督徒最基本嘅信仰。耶穌是主，意思就係耶穌係我嘅救主，係最基本嘅信仰。冇聖神嘅恩賜，冇人聖嗰度講啊，冇人可以話耶穌是主，係天主聖神啟示接受啊。喺約翰福音裏邊，如果你記得結束福音嘅時候，藉住聖多默宗徒嘅説話，宣認對基督嘅信仰就係我主，我天主。佢以呢句話結束約翰嘅福音，係教會整個教會嘅信仰。耶穌佢係我嘅救主，唔單止我信佢係我嘅救主，而耶穌係天主。呢個係我哋基督徒之信，會教徒唔信，會教徒就因為唔信耶穌係救主，係佢哋分開。佢認為耶穌只不過係先知，唔係天主。但係作為基督徒，我哋係信耶穌係我嘅救主，佢係天主嘅神。呢個所以好好掌握自己嘅信仰，一般回教徒、猶太教徒同嘅地方，一切都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嗱，因為呢個緣故，我帶領大家睇保羅一句好重要嘅啟示嘅第4段啦。基督係走向天父同聖神嘅道路，呢個係保羅教人
書最後嘅一句話，第13章第13節係最後嘅一句話。格林多人後書，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寵、天主嘅愛情以及聖神嘅相通，常與你們同在。呢個係最經典、最基督徒嘅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寵係以主耶穌基督嘅恩寵行先，然後由基督嗰度帶領我哋走向天父嘅愛情，然後同埋聖神嘅相通，即係聖神嘅共融，一切都係藉住耶穌基督走向天父同埋聖神。呢個係聖父最好嘅一個祝福。會堂其實佢哋都重複呢句話㗎，神父第一句就講㗎啦。不過好可惜，我成日都覺得中文譯得唔好，將保祿嘅次序倒轉咗啊！英文啱嘅，如果你有用英文嚟實或者用其他語言嘅其實，佢哋用翻保祿呢個次序。Grace of Jesus Christ, love of God, and communion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英文係咁講 ：Grace of Jesus Christ, love of God, love of the Father, 然後 communion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但係咧，中文，中國人嘅傳統一定要阿爸行先啊嘛，父子聖神，所以倒轉咗啊！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恩寵、聖神嘅恩賜與大家同在，一定要父子聖神。呢個我哋中國人嘅習慣要阿爸先得，係唔合啟示㗎。啟示係耶穌基督，由耶穌基督帶領我哋走向天父，然後派遣聖神嚟到我哋中間。嗱，如果你哋中間最出名嘅專業田嘅 icon，好多人都有，你上網一彈出嚟就有㗎啦。呢個最出名嘅天主聖三嘅 icon 銅像，有3個天使嘅形象嘅，坐喺中間嗰個唔係天父啊，坐喺中間嗰個係耶穌基督。耶穌基督隻眼望住對面嗰個係天父，天父隻眼望住有對面嗰個係天主聖神。聖神隻眼望住台中間嘅祭台，因為我哋呼求聖神祝聖，我哋祭台上嘅祭品啊，所以呢個最呢個畫呢個 icon 嘅人真係懂聖經，完全掌握住保祿呢個次序，一切係嚟自耶穌基督，由耶穌基督帶領我哋走向天父，所以耶穌咁樣講。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天父。舊約好中意話，天主嘅形象人唔可以面對天主㗎嘛，所以只有見到天主嘅背影啊，從來冇人看見天主嘅。但係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我哋可以知道天父係點，所以耶穌基督行先係咁解。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天父。耶穌基督又有聖保祿我哋思高聖經嘅第1英有一個聖言報嘅像喺度，裏面就一個聖保祿嘅説話：耶穌基督嘅面上閃耀住天主嘅光明。翻去睇下，所有思高聖經第1頁就有呢個聖言報嘅説話：耶穌基督嘅面上閃耀住天主。我哋正一切都係嚟自聖保祿嗰種經驗，係通過基督佢先至掌握住天父係點嘅，聖神係點嘅，得嘛？好靚嘅呢種嚟自聖保祿嘅經驗啊！希望你哋都能夠嗱，仲有一句係嚟自我中意用舊嘅嗰個翻譯。舊嘅翻譯，頭先你哋唱全天主父有唱啊，
係寫神父唱，我唔中意呢個，因為呢個又就翻到又係中國人嘅嗰個，似乎係違反啟示嘅傳統啦。但係另外一個翻譯嘅字咧，我好中意嘅就係藉著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裏，一切崇敬和榮耀歸於你全能嘅天主聖父，及與你同體嘅聖神，世世代代。呢個係好榮嘅次序，呢個先至係啱嘅。全能天主父嗰個又打手爆嘅呢個分，又係出天父行先，唔正確，起碼違背咗保羅教我哋通過耶穌基督未接近天父嘅呢個次序先至最，起碼出自聖經，父子聖神呢種次序咧，中國人嘅傳統係冇辦法。呢個如果我自己唔唱咧，我一定用藉著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裏，然後先至歸於天主聖父及與你同體嘅聖神，世世代代。呢個係最其實第一個翻譯係最原始梵意第一本中文書嗰個翻譯係最好。因為呢個緣故，信任耶穌基督係可以改變我哋每個人嘅生命。所以保羅嘅羅馬書先講耶穌基督聖父、聖子、聖神同我哋嘅關係之後，先至講我哋嘅倫理生活要係點嘅。我哋整個人嘅倫理生活係建築喺對耶穌基督三位一體天主嘅信仰上面嘅，所以下一段佢可以改變我哋整個人。我哋藉住洗禮歸於死亡，與他同在，為的是基督怎樣藉住父嘅光榮從死者中復活，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我哋嘅舊人與他同釘在十字架上。最終極嘅領洗的確係就神成個人入咗水裏邊，死於舊，然後從水裏邊出嚟，活於新，將舊嘅洗淨，耶穌基督嘅水洗淨我哋嘅罪，然後而家喺新生活中度生。我哋以後嘅信仰生活，因為被耶穌基督洗淨，將舊好嘅嘢將佢洗淨，以後我哋嘅生活係唔同咗啦。所以如果你反省下，你領洗前後有冇唔同啊？可能你哋話我一出世就領洗，冇辦法去比較下，不妨又想下。幫你將有罪嘅我忘記掉，然後成日記住耶穌基督嘅死亡同復活拯救咗我。我而家喺新生中度生，咁樣反省下。好，跟住基督嘅信仰點樣影響人嘅倫理生活？凡屬於耶穌基督嘅人，已將肉身同邪情私慾釘咗喺十字架上。呢個係保羅嘅經驗，即係話基督嘅十字架係可以消除我哋嘅邪情、私慾、奸情啊嗰啲傳統。呢啲每個人難免有呢啲嘢，但係耶穌基督將我哋呢啲私慾、奸情將佢釘喺十字架上，我哋嘅整個嘅生活而家唔同咗啦，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即係話耶穌基督信仰佢之後，佢俾到我好大嘅動機同力量去過一個好嘅倫理生活。一不妨反省一下，每個人要實行倫理生活嘅時候，總會有啲困難。比方要你寬恕人，係咪好難啊？特別啱啱
佢俾力量你，求佢即係話有動機去寬恕。我哋好講 motivation 嗱，反省下你有冇咁樣嘅經驗？有時地方好難寬恕，啱啱控制係好呢邊嘅成就。聖週大家都知道，紀念耶穌基督嘅苦難，係唔係比較容易話好？為咗基督嘅苦難，我願意去寬恕，有冇咁樣嘅經驗啊？真係俾到動機同力量你去寬恕得到嘅，唔係唔可能。力量唔係嚟自你，因為基督俾到你 motivation 力量。起碼我自己。成日都呢樣嘢，想起基督嘅苦難，係基督嘅緣故，唔值得寬恕你嘅。不過為基督嘅緣故，我願意去寬恕。有冇咁樣嘅經驗啊？會嘗試下，俾到一個動機同力量自己。起碼我睇過一個基督教嘅牧師，佢寫咗一部書，我唔使講名啦。佢係一個最初嘅教會支持。佢係一個家嘅信徒，即係篤信我哋傳統古文嘅思想。佢好信，但係歸依咗基督之後，佢就寫出佢自己嘅經驗。佢話：儒家嘅思想高超，的確係，但係俾唔到動機同力量我。點解佢覺得？我知道有點啫，好多時我哋都知道乜嘢係，我就係做唔到。我實行唔到出嚟，但係信咗基督之後，佢話基督俾我動機同力量，使我以前做唔到嘅，而家做得到。佢講出呢份經驗，我記得係好可貴。如果我哋好似佢一樣，有時就冇力量去寬恕，冇力量，有時真係特別係一啲唔好值得寬恕嘅人啊，真係好難。嘗試求耶穌基督俾力量你寬恕。耶穌係點教我哋啊？十字架上佢為釘死佢哋人，天父啊，唔好計較佢哋嘅罪，因為佢哋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嘢。十字架上基督講啊嘛，的確可以俾到你力量，你試下從基督嘅苦難裏邊，你揾到力量去實行。你腦裏邊早就知道你應該要做嘅倫理行為，睇下耶穌基督係咪真係俾力量你上線呢樣嘢啊！好，聖保祿嘅好清楚經驗啦。呢個係羅馬書第12章，佢講完一大堆因信稱義嘅道理之後，就講出。作為基督徒，佢嘅倫理生活要係點？好具體，叫我哋厭惡惡事，附和善事，論兄弟嘅愛，彼此相親相愛，論尊敬要爭先，論關懷不可疏忽，論心神要熱切，對於主。要衷心侍奉，論望德，要喜樂，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禱中要恒心，對聖者嘅急需要分擔，對客人要款待。呢啲倫理生活，你唔認識耶穌基督都做得到㗎，都知道㗎。呢啲啱嘛？即係話行善避惡，相親相愛。幫助有需要嘅人等等，個個都知㗎，有冇能力做到啫？係咪要倫理生活以耶穌基督嘅信仰做基礎你就好。跟住最後幾句咧，就係真係嚟自耶穌基督嘅教訓啊！的愛你們的要祝福，只可祝福，不可詛咒。呢、
迫害你嘅人祈禱啊！要愛你嘅仇人，為迫害你嘅人祈禱。耶穌基督教，所以作為基督徒，聖保羅受好多苦難，但係佢仍然能夠教人只可祝福，不可詛咒。詛咒人係唔啱。作為基督徒，只應該祝福，因為耶穌基督先寬恕咗我哋。呢個係我哋嘅寬恕嘅基礎。冇感受唔到基督嘅寬恕，我哋的確冇能力去寬恕別人。呢個亦都係我哋念天主經，每一次念天主經提醒我哋，求你寬恕我哋嘅罪過。嗱，中文亦都唔係幾好㗎，如同我寬恕別人一樣，我唔中意啦。天主邊會用我哋嘅標準嚟做標準啫？應該倒翻轉頭，求你寬恕我哋嘅罪過，好使我有能力寬恕得罪我嘅人，咁就啦。如果唔係，你感受到天主寬恕，你有乜嘢能力去寬恕人啫？所以每次念天主經都要記得個次序啊，唔係天主睇你寬恕人啦，我先至寬恕你。天主邊處係同一，倒翻轉頭啊！天主早就因為基督嘅緣故寬恕咗我嘅罪，我感受到天主對我嘅寬恕啊！我而家有能力寬恕得罪我嘅人，呢個先至係啱。呢個嘅經驗就係感受到天主對人嘅寬恕，因為佢迫害過教會啊嘛。耶穌基督仍然算佢係宗徒，所以佢係好感人。所以教人只可祝福，不可詛咒。好，跟住講愛啊，聖保羅格林多人前書有一段所謂愛得盡，佢認為愛係最高嘅層次啊，信望愛三樣其中愛係最大。大家都會講愛，但係保羅講嘅時候，用一啲具體嘅行動去表達愛點樣去實行出嚟，都係具體嘅行動啊，係含忍嘅，係慈祥嘅，唔就到唔誇張，唔自大，唔做無禮嘅事，不動怒，唔圖謀惡事，不以為樂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呢個係愛啊！所以有時你話點樣彼此相愛啊？我就話翻你睇嗰個格林多人前書第13章，會教你具體地點樣去實行愛啊！記住特別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呢個係愛嘅表現啊！好，跟住一段嚟自腓利比書，同愛有關。腓利比係保羅好喜歡嘅一個教會。如果你睇咁多個教會佢建立嘅，邊一個教會佢最愛？好多專家就會話，腓利比嘅教會大概係最愛嘅一個教會。點睇得到啊？你會發現好多保羅建立嘅，仲計羅馬書啦，係羅馬書唔係佢建立，其他嘅教會係佢建立。佢寫呢啲書信嘅時候，係針對嗰個教會發生咗一啲具體嘅問題，去答。比方婚姻生活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問題，保羅去答。好多時我哋會見到保羅嘅書信係對唔同嘅教會好大嘅斥責，鬧佢哋唔應該，即係咁乜嘢都做得出嘅。比方佢喺格林多人前書鬧佢哋其中一啲教會，咁乜嘢都做得出，仲將佢哋掟走，竟然有人唔知
點可以將你自己父親嘅妻子聘居啊？父親嘅妻子係邊個啊？唔係阿媽阿母嚟㗎，係繼母，同自己嘅繼母咁樣去聘居，即係同自己嘅父親嘅妻子同居。話呢啲咁樣嘅行為都做得出，醜，所以鬧得好勁啊！唯有腓利比嘅教會，保羅一句話都冇鬧。呢個教會對保羅好，保羅需要乜嘢嘢，佢哋都提供，非常之愛保羅呢個教會。佢咁愛保羅，保羅唔捨得鬧佢哋啊！所以保羅為佢哋祈禱，呢句話好精彩嘅啊！點樣為腓利比教會祈禱就話：願你哋嘅愛德日漸增長，滿額真知識各種識見，使你們能辨別長存之事。呢句説話好精彩啊！佢為腓利比嘅教會祈禱，為佢哋求乜嘢嘢咧？求愛德。使到佢哋嘅愛德增長。當你愛德增長嘅時候，你就能夠有真嘅知識，能夠辨別乜嘢係長存之事。呢句説話係好有靈修精神。我哋今日好中意講discernment，辨別嚴格嚟講，唔係辨別善惡，善惡唔使你辨別，知道係好嘅嘢你就應該要做，知道唔好嘅嘢你就應該要避，冇需要discernment。除非你都唔知善惡都分唔到啦，一分辨到呢個係善，作為基督徒一定要行善，一定要避惡。使乜discern啫？discern幾時要discern？兩樣嘢都係好嘅，咁你要discern邊一樣係更好？係天主願意你做。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婚姻生活係好嘅，修道生活都係好嘅，兩種都係好。天主叫你過邊種生活咧，你就要做discernment咯。兩樣都係好，你先至discernment。清楚有善惡喺度咧，唔使discernment。作為基督徒，一定係行善避惡㗎啦。所以呢度好多為腓利比嘅教友祈求佢哋愛德增長，有咗真正嘅知識，能夠辨別邊一樣係更好，更係天主願意佢哋做嘅。咁個意思嘛，當你愛德增長嘅時候，你就有一種 spirit of discernment， 能夠辨別到邊一個係即係好似係滿足一件好事就會做，唔夠㗎。To do good 唔夠㗎，要 to do better 先至係好㗎，得唔得 ？Do good 係應該嘅，better 就要 discern出嚟。所以靈修上面就一句咁樣嘅話 ：Good is the enemy of better。一句咁樣嘅話，即係你以為 good 就夠。咁你就唔會做，即係努力做得更好咯。你要 better 啊嘛，為咗主嘅緣故，事事為佢做得更好。咁你要愛德增長先至得。嗱，呢個係保羅為腓利比嘅教會求呢樣嘢。你哋信德愛德增長嘅時候，你就會從本身嘅知識，你哋有能力去discern乜嘢係天主願意你做嘅 better。呢個先至係精彩嘅地方啊！所以講 spirit of discernment咧係要有愛德增長嘅愛德先至夠安定帶出呢樣啊！
好，奉獻身心。保羅叫人哋奉獻啲乜嘢俾天主呢？佢話奉獻你嘅身體作為一個馨香嘅祭品，意思將我整個人，特別我嘅身體，能夠有一個意思喺度，因為我個罪過係同我嘅身體嘅罪，所以要奉獻你嘅身體，唔將自己嘅身體作為罪惡嘅工具。身體只係神聖嘅，係奉獻俾天主嘅。我唔會用自己嘅身體去犯罪，所以奉獻自己嘅身體作為一個馨香嘅祭品俾天主。天主係聖嘅，我哋嘅身體應該好似天主一樣係聖嘅。所以保羅有呢個咁樣嘅意思喺度啦。好跳落去下低《以弗所書》，《以弗所書》有幾句好靚嘅説話。《以弗所書》好標榜對基督嘅愛，能夠了解到基督嘅愛係點。保羅喺《以弗所書》裏面能夠表達咗出嚟。過去耶穌聖心嘅招禮，時時都會用保羅呢條書信。我喺天父面前屈身，求佢依照佢豐富嘅光明，藉住佢嘅聖神，以大能堅固我哋內在嘅人，並使基督因你哋嘅信德住喺你哋心中。基督住喺我哋裏邊。保羅都講呢個重要嘅信息。約翰福音都好強烈嘅，聖言成了血肉，住喺我哋中間。我哋領咗基督嘅身體，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住喺我裏邊，我住喺佢裏邊。呢個係約翰福音一個重要嘅信息。保羅都有呢種信息，就係基督因着你嘅信德住喺你裏面，叫你哋喺愛德上根深蒂固，領悟基督嘅愛幾咁長闊高深，遠超過人所能知嘅。你聽下，基督對你哋嘅愛係遠超過你哋能夠知嘅。因為出自保羅嘅書信係，我好唔中意某一類嘅人生，成日標榜基督嚴厲嘅懲罰，我好唔中意。好多人都去過羅馬詩仙車睇 Michelangelo 嘅 Last Judgment 嗰幅好出名嘅最後審判嗰幅畫。嗰幅畫藝術價值就高啦，神學價值就唔係好高嘅啫。因為係標榜基督嘅公義，使人哋感受唔到基督嘅愛。我諗大家都見過最後審判，嗱你翻去攞翻佢出嚟，仔細望下，裏邊嘅嗰種靈修咧係中古時代，唔係幾高明嘅。好中意講天主嘅公義，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你睇下，耶穌企喺中間，望住邊度啊？望住左邊。點解望住左邊啊？左邊係罰落去地獄嗰啲人，左邊係望住。聖母瑪利亞咧望住右邊，所以呢個咪舊陣呢啲唔係好正確嘅傳統。耶穌係公義嘅，聖母係慈悲嘅仁慈。完全唔係保羅。保羅正正係同我哋講啊嘛，你要感受到基督嘅愛呢種長闊高深，遠超過你能夠想像嘅。呢個係保羅嘅經驗。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愛
聖母瑪利亞隻眼咧就望住右邊嗰啲升天堂嗰啲啊，呢個一方面就唔係好高明。第二唔高明嘅地方喺耶穌腳下咧，就有一嚿雲，雲上面有啲天使，一個望住左邊，一個望住右邊。望住左邊嗰個就捧住一本大書，望住右邊嗰個捧住一本小書。點解啊？落地嘅人多啦，本書就咁大本，佢個名冊幾咁多人，小書咧少，升天嘅人少得滯，真係唔少得晒。表示咩啊？顯示佛好多人落地，升天嘅人好少，豈有此理？完全話耶穌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正正係消除我哋嘅罪過，幫助我哋升天。所以好好掌握住未咁靚嘅經驗啊，你就會將恐懼驅除於我，唔應該害怕，因為耶穌基督嘅愛，我唔害怕，因為耶穌基督嘅愛，唔係我哋叫做得嘛，你能夠掌握保祿嘅啟示啊！遠記住基督對我哋嘅愛，遠超過我哋能夠想像啊！好，因為對基督嘅信仰，使到有一個內心嘅自由 （inner freedom）。呢種 inner freedom 使到保祿咧能夠應付任何嘅環境。呢個好靚嘅，佢話：我知道受窮，我亦都知道忍受。喺各種事上同各種境遇中，飽與飢餓、富裕、貧乏，我都得到秘訣。拉我加強我力量，因為就我哋耶穌基督，我能應付一切，乜嘢環境都好，富裕我亦都唔害怕。富裕嘅人咧，好驚睇到福音嘅説話。耶穌話：富人入天國好似落到穿針咁難嚇到啲有錢嘅人，好驚啊！睇保祿嘅書上幫助你，唔使驚。耶穌基督宣講嘅時候，佢冇分貧富，耶穌要拯救所有嘅人，窮嘅人佢拯救，有錢嘅人同樣佢拯救。佢講嘅比喻只不過話富庶嘅人咧，富裕嘅人咧，往往依賴唔係天主，依賴自己嘅財富。所以你既然依賴財富，你入天國梗係難啦。你依賴耶穌基督，你幾有錢都照入，懂嗎？懂咩叫 inner freedom？ 所以保祿話：我窮又得，富裕又得，我能夠應付一切，因為耶穌基督。所以我都話耶穌嘅朋友裏邊，窮嘅有，好忘記耶穌朋友裏邊又有錢㗎。聖經有講㗎，我舉兩個好多嘅例子啦。一個係尼苛德摩，呢個好有錢嘅法利賽人，再揾耶穌談神神嘅問題。耶穌死嗰陣，佢拎100斤香料去呼喚耶穌嘅問題，100斤好多錢。嗱，呢個人唔計較，將自己100斤嘅香料拎出嚟，因為耶穌死咗，佢話我要拎出嚟為耶穌一個豐富嘅葬禮。有錢㗎呢個人，拉撒路唔係窮人嚟㗎，有佢自己嘅墳墓。呢個墳墓係新嘅墳墓嚟㗎，你記得嗎？耶穌大大聲要推開嗰條蛇，你諗下，有錢嘅人先至係咁樣做嘅，窮嘅人冇嘅。所以拉撒路清楚耶穌基督嘅朋友，聖經話，因為佢死，耶穌為佢喊。呢個係有錢嘅朋友，耶穌因為佢嘅死，耶穌都傷感。所以耶穌有錢嘅朋友，富裕貧窮唔係有天國嘅條件，
信耶穌基督先至係佢能夠使到你有一種內心嘅自由。得嘛？好，最後一個，因為耶穌基督嘅死亡復活，使到我哋從罪惡、從死亡裏面釋放出嚟啦。既然罪惡講咗啦，而家最後一個就係講死亡。中國人好怕講個死字，最好就唔好講得出㗎，唔好講個死字，同埋死字邊個俾？個四字唔好講，七字唔好講，所以又冇四個，又冇七個，好多時。英國都見到冇四個，特別喺加拿大，我見到好多新聞冇四個，可能我中國人都喺嗰邊啊，13、14個都冇㗎，因為避忌叫做。但係作為基督徒應該避忌，我哋唔害怕死，因為耶穌基督復活咗，為咩驚咧？點解我哋咁驚？咁害怕？你哋可以參加朋友嘅喪禮，有吉儀俾你哋，咁呢個人將吉儀帶翻屋企㗎嘛？點解唔驚啊？唔應該驚喎，我成日都帶翻嚟。特別從前嘅吉儀有條十蚊仔喺裏邊，而家冇啦，咁樣放喺度，最多買個 T 恤嚟嘅。舊真一條十蚊，個個都唔咁用。你唔俾我神父20個鐘用，我成日都要制台求正氣派。所以為咗我哋同埋死亡嘅嘢，我哋咁驚。作為基督徒，相信基督復活咗嘛，聖經冇唔怕死亡㗎。啲聖經點樣講啊？基督消滅一切率領者、掌權者、大能者，將自己嘅王權交俾天父，最後被毀滅嘅仇敵就是死亡。死亡係最後嘅一個仇敵，但係基督復活咗，死亡已經冇作用。所以作為基督徒唔害怕死，所以好多人取笑死亡啊！你嘅勝利喺邊一度？死亡你嘅錢喺邊一度？保羅甚至渴望早啲死，因為可以同基督喺埋一齊。但係佢話：我呢個任務未完啊！耶穌基督要我去傳福音，今生為傳福音嘅緣故留起嚟。如果唔係，巴不得早啲死咗同耶穌喺一齊。呢個係聖經，一啲都唔害怕死。所以都希望我哋能夠有同樣嘅感受，唔害怕死亡。好，所以最後嗰句話，聖保羅弟茂德後書大概係佢最後一篇書信，可以話係佢嘅遺書。佢係咁樣講：我離世嘅時間已經近啦，呢場仗我打完啦。佢用一個軍人一場好仗，生命好似打一場仗我打完啦。呢個賽馬我打到終點，信德我ful守咗，正義嘅冠冕為我準備咗，所以佢一啲都唔害怕。所以好多人死嘅時候喺個通空間咧，就喜歡冇你見到我離世嘅時候已經近，呢場仗，呢場好仗我打完，賽跑我跑到終點。嗱，呢個係我哋嘅聖保羅啊。好，希望你聽完有關聖保羅書信裏邊精彩嘅地方，離開嘅時候能夠好開心地離開，唔害怕罪過，唔害怕死亡。有一種 inner freedom 喺任何環境裏邊，順境好，逆境好，富貴好，貧窮好，耶穌基督嘅信仰幫助自己能夠應付一切。好，1個鐘啦，剩翻少少時間俾你問下，有冇嘢想問？
幾好啦，即係接受晒保祿。即係翻譯嘅問題咧，因為好多時都唔係我哋決定，好多都係台灣主教團決定。香港咧就我唔一定跟台灣嘅翻譯嘅，所以香港例如委員會出嘅條文我都希望我講過好幾次呢啲問題，唔係個個都聽我嘅嘛。我用保祿嘅説話嚟講，咁佢可能用其他嘅，可能佢用其他嘅比方佢用馬竇福音結束嘅時候嘅嘢8章，耶穌最後派遣門徒出去點樣講啊？你往普天下去宣傳福音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為佢哋受洗的確係咁樣講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為佢哋受洗。咁我哋領洗嗰陣就用呢個方妙嘅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為你受洗。咁所以有啲人話咧，馬竇福音係咁嘅次序㗎嘛，父子聖神㗎嘛。咁你只不過話保祿嘅經驗，佢嘅次序係耶穌基督行事。係通過耶穌基督，你先至有可能認識天父，因為天父冇形象，你好難掌握，啱嘛？所以耶穌呢個亦都係我哋點解基督徒後來有咁多聖像特別耶穌像因為耶穌有形象天主降生成人係有形象所以既然聖保祿都係咁樣講，基督嘅面上閃耀住天主嘅光明，因為睇到耶穌，我哋想起天父所以呢個係我哋嘅次序。嗱，呢個我講出係聖保祿嘅信仰嘅經驗。如果你覺得呢種經驗對你有幫助，咪跟隨聖保祿嘅説話，都係天主嘅話。我哋唔好因為呢啲嘢去拗。如果佢哋喜歡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咁樣就佢用咯。呢個次序。想問如果有人得罪咗我，咁我可以寬恕人啊？但係如果我見到有啲人對其他人做一啲不公義嘅嘢，跟住我好嬲咁我點樣可以？即係我唔係耶穌基督見到不公義嘅嘢，耶穌都嬲。耶穌入聖殿趕走嗰啲做買賣嘅人，因為佢哋不公義，啲人藉住用天主嘅名去，你可以話詐嚟朝聖嘅人。無論係賣牛羊鴿子或者兌換銀錢，裏面都包含不公義，所以耶穌唔容許人以天主嘅名去即係話欺詐其他人，唔容許佢喺聖殿裏面發生，所以趕佢哋出去。所以耶穌都見到一啲唔公義嘅嘢都有行動。不過耶穌仍然係寬恕喎。耶穌有行動，叫佢哋唔公義嘅嘢唔好再做。耶穌對呢個罪婦翻去，我都唔赦定你嘅罪，翻去以後唔好再犯罪。耶穌希望人唔好犯罪，佢幾時都願意寬恕，冇一啲罪耶穌唔寬恕。